有時人哋同你講一句多謝，你以為自己回一句不客氣，好有禮貌，好正常，冇乜特別。但我同你講，語言呢樣嘢從來唔只係聲音咁簡單。你講出口嘅每一隻字，都係你心入面一個念頭。你回出去嘅每一句話，都好似一陣氣，會喺你同對方之間流來流去。講得順，氣就和；講得硬，氣就失。講得太急，福氣未入門，你已經一手推返出去。你有冇發覺，好多人一聽到人哋講多謝，第一反應就係擺手話不客氣啦，唔使啦，冇嘢啦，小事啫。表面聽落係謙虛，實際好多時係自己唔識接福。人哋一份真心感謝，本來係一個善念送到你面前，你本來可以好好接住，令呢份善意喺你心裏面落地，變成一份舒服、一份溫暖、一份人緣。點知你一句唔使啦，冇嘢啦，就好似門口掛住一塊牌，寫住唔收、唔要、唔值得。你聽我講完先，呢個唔係叫你貪人哋感謝，亦唔係叫你做少少嘢就等人報答。真正有福嘅人唔係樣樣都計回報，而係識得俾，亦識得收。俾得出去係善，收得落嚟係福。你只識得俾，唔識得收，久而久之，個人就會愈做愈攰，愈幫愈委屈。因為你潛意識入面一直覺得自己嘅付出唔重要，自己嘅善意唔值錢，自己被人看見都唔好意思，所以人哋同你講多謝，唔好再急住回不客氣。試下慢一慢，望住對方，微微一笑，回兩個字承福。承福呢兩個字好有味道，承係承接，唔係搶；福係福氣，亦係對方一份善念。你講承福，意思唔係我氹你嘅福，而係我接住你呢份好意，亦祝願呢份好意流返出去。你多謝我，我承你呢份善意，你心裏有祝福，我接住亦願你有福。呢一句說話比不客氣多一層心念，因為不客氣好多時係推開，承福係接住。不客氣係話唔使俾我，承福係話我收低呢份心，再將祝福流動落去。古人好重視口德，唔係冇原因。太上感應篇講：傲福無門，為人自照，善惡之報，如影隨形。大白話講：人生好多艾同福，唔係突然飛埋嚟，而係平時一個念頭、一句說話、一個行為，慢慢照返嚟。你日日口出怨言，見人就話冇用、麻煩、冇彩，咁你身邊嘅氣就會愈講愈沉。你日日口出善言，肯接住人哋嘅好，肯祝人有福，咁你身邊嘅人緣就會慢慢變柔。普通人改運唔一定一開始就要搬屋、擺陣改名求符，好多時最快嘅改運就係先改一句口頭禪。你嘅嘴就係你每日最常用嘅風水口，屋企門口路租財氣入唔到，一個人口裏長期怨氣重，貴人都唔想近。你每日講出去嘅說話就好似每日喺自己命裏種種子，種善言慢慢長善緣，種怨言慢慢惹是非，種拒絕善意就少，種祝福福氣就有路行。我以前聽過一個觀塘女人嘅故事，50歲出頭喺一間細公司做行政，佢人真係唔差，見同事忙佢會幫手影印，見後生仔唔識填表佢會慢慢教，見清潔阿姐攞住重嘢佢會幫手開門。照理講呢種人應該人緣好，大家都中意佢。但奇怪嘅係佢喺公司做咗10幾年，成日覺得自己冇人珍惜，冇人當佢一回事，甚至愈幫愈心酸。有次午飯，佢同一個相熟嘅舊同事飲茶，忍唔住講：點解我做人咁攰？我明明幫咁多人，最後大家都當我應份。有時人哋講句多謝，我都唔知點解，聽完反而更唔舒服，好似自己做咁多，最後只換來一句表面說話。嗰個舊同事聽完冇即刻安慰佢，只係問佢一句：人哋同你講多謝，你通常點答？佢諗都唔諗就話：咪話唔使啦，不客氣啦，冇嘢啦，小事啫，有咩好講？舊同事笑一笑，話你知唔知？你每次都係咁樣將人哋份感謝推走，人哋真心想多謝你，你話唔使；人哋覺得你幫咗佢，你話冇嘢。
人哋想承認你嘅付出，你話小事啫。久而久之，人哋真係以為呢啲係小事，真係以為你唔使被珍惜，真係以為你做乜都冇所謂。個女人一聽，心裏面有啲唔舒服，覺得自己只係客氣啫，唔通要人哋大大聲讚我？舊同事就講，唔係叫你等人讚，而係你要學識接住善意。你連一句多謝都接唔住，日子耐咗，你就會覺得全世界都睇唔見你。其實唔係全世界睇唔見你，係你自己每次都話自己冇嘢。呢句說話好扎心，因為佢突然諗翻起自己成世都係咁。老公講多謝你煮飯，佢話有咩好謝？食完記得洗碗啦。仔女講多謝媽咪，佢話唔好得把口，第時生性啲啦。同事講多謝，佢話唔使啦，下次你自己做飯啦。表面係嘴硬，實際係心裏面有怨。佢唔係真係唔想人多謝，佢係太想被重視，但又唔敢好好接住。你睇語言就係咁神奇，你講唔使，未必真係唔使；你講冇嘢，心裏可能好多嘢；你講小事，可能嗰件事已經耗咗你好多力。人最辛苦就係口裏扮大方，心裏暗暗記槍。呢種槍記耐咗就會變怨，怨一重，面上都會變。商書入面有一種睇法，一個人聲音長期急、硬尖大怨，往往反映心氣唔舒，氣息都難明亮。呢個你唔需要當成絕對相法，但你留心睇身邊人就會明。一個成日講祝福說話嘅人，面色通常柔啲；一個成日一句頂一句嘅人，眼神都容易硬啲。後來嗰個舊同事教佢一個好簡單嘅方法，由今日開始，人哋同你講多謝，你唔好再急住話唔使，不客氣，你先停一停，吸一口氣，望住人哋講兩個字承福。如果覺得太遠，你可以加一句多謝你呢份心，咁樣唔會肉麻，亦唔會高高在上，反而好舒服。初初佢覺得好唔慣，第一次有同事多謝佢幫手改檔，佢差啲又講唔使啦。話到嘴邊，停咗一停，改口講承福，你做好咗就得。對方聽完愣一愣，跟住笑咗，話你今日講嘢好特別喎，聽落幾舒服。嗰一刻佢心裏面突然冇以前咁酸，因為佢第一次冇將感謝推走，亦冇將自己嘅付出踩低。第二次清潔阿姐多謝佢幫手扶住道門，佢又講承福，大家互相幫忙啫。阿姐笑到眼角都有紋，話你把口真係好意頭。第三次佢個女返屋企同佢講多謝媽咪幫我留湯，以前佢一定會話得啦得啦，飲完記得洗碗。今次佢停一停，講承福，你記得飲湯，我都開心。個女望住佢，突然話媽咪，你今日好溫柔。你以為只係改咗兩個字，點解會有咁大感覺？因為語言改咗，心門就開咗少少。佢以前每次被人多謝，第一反應係防守，係推開，係用玩笑包住委屈。改口之後，佢開始承認，原來我嘅付出可以被看見，原來我可以接受別人嘅好意，原來我唔需要扮到乜都冇所謂。慢慢地，佢公司裏面啲人對佢都唔同咗，唔係突然個個貴人到，亦唔係一夜之間升職加薪，而係大家同佢講嘢舒服咗。以前佢幫完人，語氣硬硬地，對方會覺得欠佢人情，好有壓力。依家佢幫完人，接住一句承福，大家反而覺得輕鬆，願意下次主動幫返佢。你俾出去嘅善意，終於唔再變成你心裏嘅怨，而係變成一份可以流動嘅人情。呢個就係語言嘅力量。好多普通人以為改運好遠、好深、好難，其實日常每一句說話都係一個小小嘅咒。咒唔一定係符紙上面先有，咒就係你反覆講、反覆信、反覆種入心裏嘅句子。你日日講我命苦，你個心就會朝住苦行。你日日講冇人幫我，你就愈來愈睇唔見身邊嘅善意。你日日講算我倒尾，你就會將自己放入倒尾嘅位置。但你開始講承福，開始講多謝你呢份心，開始講善緣一場，你個心就會慢慢換一個方向。
了凡4訓講改命，其實最重要係改心。心未改，做幾多表面功夫都只係一陣風。心一改，說話會改，面色會改，行為會改，身邊人對你嘅反應亦會改。你口中嘅字就係心嘅出口。心裏有願，出口多數帶刺；心裏有福，出口自然帶光。講到成福呢2個字，我又想起一個深水埗茶檔嘅民間故事。呢個故事唔係乜嘢新聞，亦唔係要你當成神蹟去拜，只係老一輩街坊流傳落嚟嘅一種做人智慧。香港以前好多舊區茶檔，唔止賣奶茶，多是蛋撻，仲好似一個小小江湖。邊個失業，邊個離婚，邊個仔女唔生性，邊個屋企最近有白事，啲老闆日日聽，日日睇，睇得耐就會睇到人嘅命，也睇到人嘅口。深水埗有個茶檔老闆，街坊叫佢福叔。福叔唔係算命先生，亦唔係風水師，但佢有一樣本事，就係聽人講3句說話，已經大概知道呢個人最近行緊順氣定逆氣。佢成日同人講，一個人嘅命唔好淨係睇八字，仲要聽佢把口。把口長年大運，貴人行到門口都會轉彎。把口肯留福，普通一句問候都可能變成日後一條路。茶檔入面有個中年男人，50歲左右，姓梁，大家叫佢梁生。梁生做人唔算壞，甚至可以講係好心。朋友搬屋佢去幫，同事有事佢頂班，親戚借車佢俾，樓下看更需要人幫手搬箱，佢都唔會推。照理講呢種人應該人緣唔差，但奇就奇在佢成日覺得自己被人利用，幫完人之後心入面唔舒服，口裏面又忍唔住身。佢每日朝早都去福叔間茶檔飲杯熱奶茶，坐埋同一張台，叫同一份餐。福叔見佢多年，最清楚佢個習慣，只要有人同佢講多謝，佢一定即刻擺手，語氣又急又硬，話不客氣啦，小事啫，唔好煩我啦。有時人哋真心多謝佢，佢仲會加多句，得啦，下次唔好再搞到我就得。你聽落可能覺得好平常，香港人好多都係咁講，口硬心軟。但福叔聽得出，梁生每一句不客氣後面都藏住一粒怨種。有一日落雨，茶檔特別靜，梁生入嚟全身濕晒，面色好沉。原來佢前一晚幫朋友搬家喺，搬到腰痛。朋友完事之後請佢食飯，同佢講多謝。梁生照舊話不客氣啦，小事啫。點知返到屋企越諗越唔順氣，覺得自己做咁多，人哋就一句多謝打發佢，連封利是都冇。第2朝坐喺茶檔，佢一邊茶跌打酒，一邊同福叔呻：我真係命賤，成日幫人，冇人記我好。人哋一句多謝，我聽到都火滾。福叔斟完茶，冇即刻接佢話，只係問佢：人哋講多謝，你答咩？梁生話：咪不客氣咯，唔通叫人跪低謝我咩？福叔笑笑口話：你知唔知你衰就衰喺呢3個字？梁生一聽就黑面，話不客氣都有錯，咁做人咪好難。福叔慢慢落台，講咗一句好有意思嘅說話：不客氣本身冇錯，錯係你每次講呢句嘢，心入面都唔係客氣，係怨氣。人哋多謝你，本來係俾一粒福種你唔接，仲加句小事啫，唔好煩我啦，即係一手將福種掃落地，掃完之後你又怪地下冇花開。梁生聽完，成個人靜咗，因為福叔講中佢心入面最暗個忽，佢唔係真係覺得小事，佢係覺得自己付出好多，佢唔係真係不客氣，佢係覺得人哋唔夠客氣。佢唔係唔想被感謝，佢係好想被重視，但又唔敢坦坦白白接住人哋一句多謝，所以佢每次都用一種半推半怨嘅語氣，將感謝擋住，再將怨氣吞返自己肚裏面。福叔同佢講：你試下由今日開始改口，人哋再同你講多謝，你唔好再急住話不客氣，你望住佢心平氣和，講2個字成福。梁生皺眉話：成福會唔會好怪？福叔話：怪唔怪唔緊要，最緊要你個心要轉。成福唔係叫你談人哋嘅福，係你承接佢份善意。人哋多謝你，
即係佢心入面起咗一個善念，呢個善念好珍貴。你接住佢，對方舒服，你自己亦舒服。你日日推開人哋嘅善念，推得耐你就會覺得全世界都冇善意。其實唔係冇，係你自己唔收。呢番說話聽落似玄學，其實好貼地。你諗下，一個人長期幫人，但每次幫完都用怨氣收尾，佢幫人嘅善就好似一杯清水入面滴咗墨，水本來清，最後都變渾。相反，一個人幫人之後，識得平和咁接住一句多謝，佢心裏面會覺得自己嘅付出被看見，對方亦會覺得呢段人情係溫暖嘅，唔係沉重嘅。人情一輕就容易再流動，人情一重，大家下次見到你都怕。過咗幾日，梁生真係遇到第一個機會，佢喺公司幫一個後生同事救返一份報表。個後生仔鬆一口氣，同佢講：梁哥，真係多謝你，冇理我今次俾老細鬧死。以前梁生一定即刻話：得啦，下次醒目啲啦，唔好成日靠我。但嗰一刻，佢想起復叔句說話，忍住冇衝口而出，停咗2秒，望住個後生仔講：成福，你記住下次小心啲就得。個後生仔愣一愣，跟住笑住話：梁哥，你今日好似冇咁惡喎。呢句說話好輕，但梁生心裏突然鬆咗。佢第一次發現，原來自己可以唔用責怪收尾，亦唔會因此蝕底。對方仍然知道佢幫咗忙，仍然尊重佢，但氣氛冇以前咁硬。第二次係喺樓下，看更伯伯唔小心跌咗一袋信件，梁生幫手執飯，伯伯講多謝，梁生又差啲講不客氣，最後改口：成福，慢慢嚟，唔使急。伯伯即刻笑話：呢句好聽，成福好意頭，就係咁一句好意頭。梁生嗰日返屋企，心情竟然比平時好。第3次先最重要，佢個仔已經20幾歲，父子平時少講心事。嗰晚個仔返屋企，見老豆整好咗飯，難得講一句：爸，多謝你等我食飯。以前梁生一定會話：你知就好啦，成日咁夜當屋企酒店咩？但佢停一停，講：成福，返到嚟食飯就好。個仔本來已經預備俾佢鬧，點知聽到呢句反而坐低咗，陪佢食多半碗飯。父子2個冇講好多大道理，但屋企嗰晚嘅氣真係柔咗。你睇，命運好多時唔係一日大變，而係由一口氣開始慢慢轉。你一句說話唔同，對方反應就唔同，對方反應唔同，你個心情就唔同，心情唔同，你再講出口嘅說話又唔同，呢個就係一個迴圈。以前梁生係怨氣迴圈，幫人覺得委屈，講硬話，對方咁解，自己更委屈。改口之後，佢開始進入另一個迴圈，幫人接住感謝，對方舒服，自己心安，人緣慢慢回暖。福叔後來同佢講：你知唔知點解我叫你講成福，而唔係叫你講不用謝？因為不用謝係完結，成福係流動。人哋俾你一句感謝，你接住心裏祝翻佢有福，呢份善意就唔會停喺一個地方。福最怕死水，亦最喜歡流動。呢句說話真係有啲原味。風水先生常講：水要流，氣要通，財先有路。其實人情都一樣，善意要流，感謝要通，福先有路。你每次話唔使，冇嘢，不客氣，如果講得太急太冷，就似用一塊板擋住條水路。你以為自己客氣，其實係令對方嘅善意冇地方落。久而久之，人哋唔係唔感激你，而係唔知點樣感激你。你自己亦唔係冇付出，而係唔識得收成。民間有句老話叫好話一句三冬暖，惡語傷人6月寒。呢句唔一定要當成古籍原文去考究，但意思好真。人同人之間很多時就係靠一句說話結緣，亦靠一句說話結緣。你講一句暖嘅，對方可能記你多年；你講一句刺嘅，對方可能一世都記住。普通人冇咁多法力，但日日都有口力。口力用得好就係積德，口力用得差就係漏福。福叔自己都有一個習慣，街坊同佢講多謝，佢好少講不客氣，佢多數講成福，
大家有心，或者講成福，飲杯熱茶，順順氣，你會覺得佢好識做人，唔係因為佢句句都圓，而係佢每一句都俾人有台階、有溫度、有好意頭，人哋聽完心裏會覺得舒服。茶檔生意未必日日爆滿，但幾十年來，街坊肯返嚟，肯同佢講心事，肯介紹人嚟，呢啲就係人緣福。有一次有個街坊阿太問福叔：你成日講成福，係咪真係會旺啊？福叔笑住話：旺唔旺，我唔敢講到實，但一個人講嘢好聽啲，怨氣少啲，肯接住人哋好意，肯俾人舒服，條路總會闊啲。你把口日日得罪人，擺幾多風水都補唔返。你把口日日積善，屋企冇擺嘢，都自然少啲是非。呢句就係重點。好多人成日問點樣改運，點樣招貴人，點樣令家宅順啲，但佢冇留意自己每日講出口嘅說話，就係自己身上最貼身嘅風水。門口嘅風水一日出入幾次，嘴上嘅風水一日開合幾十次、幾百次。你每一句說話都帶住氣，你講多謝帶住感恩，你講成福帶住接納，你講算我倒尾帶住志氣，你講煩死帶住燥火，你講冇人會幫我帶住封閉。講得多，心就跟住去，心跟住去，命就慢慢偏去嗰個方向。梁生改口幾個月之後，唔係發咗橫財，亦唔係突然人生大翻身，但佢有幾樣變化好明顯。第一，佢冇以前咁易嬲，人哋多謝佢，佢唔再覺得係敷衍，而係覺得起碼對方有心。第二，佢同仔女講嘢冇咁衝，屋企飯台冇以前咁多火藥味。第三，公司啲後生仔開始願意問佢意見，唔再一見佢就驚被鬧。第四，佢自己開始識得拒絕，因為當佢肯承認自己嘅付出有價值，就唔會再用過度幫人去換存在感。呢點好重要。好多好心人之所以命苦，唔係因為佢哋太善良，而係因為佢哋一邊幫一邊怨，一邊付出一邊否定自己，一邊想被看見，一邊又將別人嘅感謝推走，最後善意變成委屈，委屈變成口硬，口硬變成孤獨。成福呢兩個字，表面係回應人哋多謝，實際係提醒自己，我嘅善意可以被看見，我嘅付出可以被承認，我唔需要用怨氣去證明自己辛苦。福叔最後同梁生講過一句好有心意嘅話：一個人改命唔係先改天，係先改口。口改咗，心就有機會改；心改咗，人緣就有機會改；人緣改咗，路先會慢慢改。你諗清楚呢句話係咪好有道理？一個人日日講晦氣說話，身邊人聽得多都會避開，避開你嘅人多咗，你就覺得自己冇貴人。你覺得冇貴人，又講更多怨話，講更多怨話，路就更窄。相反，你由一句成福開始，唔係為咗討好人，而係令自己少一分拒絕，多一分接納。你開始接得住好意，就會慢慢睇到世界未必咁冷。你睇到世界未必咁冷，你講出口嘅說話自然柔啲，你柔啲，人哋就敢近啲。呢個就係普通人最實在嘅語言改運，唔係保證你講兩個字就發達，唔係話你講成福就萬事如意，而係你每日透過呢兩個字，慢慢調自己嘅心，調自己嘅氣，調自己同人之間嘅流動。改運好多時唔係轟轟烈烈，係一啲細到你平時唔在意嘅習慣，日日改，慢慢就改出一條新路。講到呢度你就會明白，所謂語言改運唔係叫你迷信幾個字，亦唔係話你講一句成福，聽日就一定升職發財，萬事順利。真正嘅改運係你由一句說話開始，慢慢改自己嘅心念，改自己嘅氣場，改自己同人相處嘅方式。你嘅心變柔，你嘅口變善，你身邊啲人自然冇咁抗拒你。人緣一通，路就有機會通；路一通，福氣先有地方行入嚟。好多普通人一講改運就諗到好遠，要唔要擺風水？要唔要改名？要唔要求符？要唔要揾高人睇八字？我唔係話呢啲完全冇意思，
但最怕係一個人屋企擺到成屋吉祥物，把口日日怨天怨地，手上帶住開運物，口裏不停講傷人說話，日日求貴人，但一開口就將身邊人得罪晒。咁你話福氣點入門？古人講口德真係好有智慧，因為口德唔係表面禮貌，係一個人心念嘅出口。太上感應篇重視一念一行，提醒人禍福好多時係自己感召翻嚟。你每日講出去嘅說話，就係你每日放出去嘅念頭。你講一句好話，未必即刻有回報，但你日日講好話，身邊嘅氣一定會慢慢唔同。你講一句怨話，未必即刻出事，但你日日怨，心就會愈怨愈責，人就會愈講愈苦。了凡四訓講改命，最要緊唔係外面做幾多儀式，而係從自己心裏改過。心改唔到，命就難改。心一開始轉，行為先會轉，口氣先會轉，面相先會轉。你諗下，一個人本來成日講我真係冇運，我命苦，冇人幫我，算我到尾。佢日日咁講，其實係日日同自己落咒。呢啲字講得多，個心就會順。個心一順，就會開始用命苦嘅眼光睇世界。人哋幫你少少，你覺得唔夠；人哋多謝你一句，你覺得敷衍；人哋俾你好意，你都懷疑背後有目的。咁樣落去，福就算嚟到門口，你都未必認得出。相反，你開始改一句，將唔使啦改成我收低呢份心，將不客氣改成成福，將算我倒霉改成善緣一場。你唔係扮樂觀，而係慢慢將自己嘅心由抗拒轉向接納，由怨氣轉向祝福。呢個轉變，外人未必即刻睇到，但你自己會感覺到，心裏冇咁堵，講說話冇咁衝，夜晚瞓覺冇咁多翻來覆去嘅委屈。養生古書好重視心神同氣，心神安，氣就順，氣順，聲音自然平和。你有冇聽過有啲人一開口你就覺得舒服，有啲人未講完第一句你已經想避開？未必係佢講咩內容，而係佢把聲帶住咩氣。長期帶怨嘅人聲音會硬，長期焦躁嘅人語速會急，長期心裏唔平嘅人講嘢容易帶刺。商書入面亦有一種睇法，聲音、氣息、眼神都係一個人內在狀態嘅外露。你要改氣息，唔一定一開始就買幾多補品，你先改口氣，少啲怨，少啲刺，少啲急，個人自然會慢慢鬆。所以我話語言係普通人最強嘅改運咒，因為佢唔使錢，唔使等，唔使求人，亦唔使有好深學問。你今日就可以用，你下一句說話就可以改。你改唔到別人點對你，但你可以改自己點回應。你改唔到過去嘅委屈，但你可以改今日出口嗰一口氣。你改唔到命入面所有風浪，但你可以唔再每日用自己把口加風加浪。咁到底點做？我同你講幾個最貼地、最容易做到嘅方法。你唔使一次做晒，但只要日日做少少，時間耐咗，真係會見到自己個人唔同咗。人哋講多謝你，唔好再急住否定自己。以前你可能會講不客氣啦，唔使啦，冇嘢啦，小事啫。由今日開始停一停，笑一笑，講兩個字成福。你亦可以接多一句多謝你呢份心。呢句說話好重要，因為你唔再推開對方嘅感謝，亦唔再踩低自己嘅付出，你係大方咁接住，平和咁祝福，對方舒服，你自己亦舒服。呢個就係善意流動嘅開始。幫完人之後唔好講算我倒霉，好多好心人最漏福，就係明明做咗好事，最後用一句怨話收尾。幫完人口裏講算我黑仔，又俾人揾着數，咁你前面嘅善，後面即刻被怨氣染弄。你可以改成善緣一場，量力而為。呢句好有分寸。善緣一場代表我願意結善緣，量力而為代表我唔會無底線消耗自己。咁樣講既唔冷漠，亦唔委屈。收到人哋好意，唔好成日講唔使。有人送你少少嘢，你話唔使啦；有人關心你，你話冇事啦；有人想幫你，你話唔好麻煩啦。
講得太多，你就會慢慢變成一個收唔到福嘅人。你可以改成我收低呢份心，承你貴言，或者簡單講，多謝你有心。你唔一定要接受所有實質幫助，但你可以接住人哋嘅善意，善意接得住，人同人之間嘅氣就會暖。每朝出門前，俾自己一句好口彩，唔好一起身就講煩死，又要返工，今日肯定好攰。呢啲說話一出口，一日嘅氣已經沉咗3分。你可以喺洗面之後，心裏或者口裏輕輕講一句：今日口出善言，心存善念，遇事順一分，待人寬一分。唔使講到好神秘，重點係幫自己定一個心。你一日嘅口最好由一句善念開始，唔好由一句怨氣開始。夜晚瞓之前反省今日有冇講過傷人說話，唔使好複雜。瞓低前諗一諗，今日有冇一句話講得太重？有冇一句話其實可以柔啲？有冇對屋企人太冇耐性？如果有，唔使自責到瞓唔着，只需要心裏默默講一句：我知錯，明日改口。呢個就係修心。你肯每日收一收，把口就會慢慢少刺，心亦會慢慢少怨。遇到別人讚你，唔好再急住否定。好多人被人讚一句，立刻話邊係冇咁好，你講笑啫。你以為頸虛，其實係將好意打散。你可以改成承你吉言，我繼續做好。呢句既勸和又有力量。人哋祝你好，你接住，你亦提醒自己繼續做好。呢就係將一句讚賞變成一粒正念種子。唔好用晦氣說話就自己屋企。好多父母一嬲就講：你咁樣一世都冇出息，呢個家遲早散。我真係欠咗你哋。你知唔知呢啲說話好傷？講者一時火，聽者一世忌。屋企係養氣嘅地方，你日日喺屋企講晦氣說話，家宅點會和？就算真係嬲，都試下停3秒，將最毒嗰句吞翻落去，吞得翻一句惡語就係積1分陰德。你可能會問：咁承福係咪任何時候都用得？人哋講多謝你，當然可以用，但要記住語氣一定要自然，唔好扮高深，唔好好似教訓人。最舒服嘅講法係輕輕一句承福，或者承福，多謝你呢份心。如果對方唔明，你可以笑住講，即係收低你份好意，大家有福。咁樣人哋會覺得你有禮有好意頭，而唔會覺得你怪。但我都要提醒你，語言改運唔係淨係換幾個字咁簡單。如果你口裏講承福，心裏面仍然日日怨人、妒人、恨人，咁個字只係殼未入心。真正有力量嘅就唔係字本身，而係你講嗰一刻嘅心念。你講承福時，心裏真係願意接住善意，真係願意少1分怨，真係願意祝對方都有福，呢2個字先會有光。否則講到幾靚，都只係口頭禪。所以修口德，第一步係改字，第2步係改氣，第3步係改心。改字容易，改氣要練，改心要日日照見自己。你每次想講怨話時，停一停；每次想用尖酸說話刺人時，停一停；每次想將人哋好意推走時，停一停。呢個停一停就係轉運嘅縫隙。命運好多時就喺一念之間分岔，你一念怨走一條路，你一念善走另一條路。人與人之間最怕善意斷流，夫妻之間一句多謝，唔好話老夫老妻唔使講，仔女同父母之間一句多謝，唔好話一家人有咩好謝，朋友同同事之間一句多謝，唔好話小事啫。你接住一句多謝，其實係接住一份關係；你回一句承福，其實係將呢份關係再養暖少少。有啲人一世都輸喺把口，心明明唔壞，但講出口就難聽。明明想關心，講出嚟變責怪；明明想被愛，講出嚟變埋怨；明明想接近人，講出嚟就推開人。呢種人唔係冇福，係福氣行到嘴邊就被自己擋住。你要改，就由嘴邊開始改，唔好小看一句話。一句話可以救一段關係，亦可以毀一段關係。一句話可以令屋企暖返，亦可以令一個人心冷10年。
從今日開始，你可以替自己定一條口德規矩，不講咒自己嘅話，不講傷家人嘅話，不講踩低別人善意嘅話，不講推走福氣嘅話。人哋多謝你，你講成福；人哋祝你好，你講成你吉言；人哋幫你，你講我收低呢份心；自己幫人，你講善緣一場；遇到不順，你講慢慢跳，唔好急。呢啲說話聽落細，但日日累積就係你身上嘅福田。福田唔一定喺遠方，福田有時就在你舌尖。你把口肯總善言，福田就慢慢有根。你把口日日總怨言，福田就算有水都會被你自己踩爛。普通人要改運，先唔好急住問天，先問自己今日講咗咩？你講出去嘅字有冇令人舒服？有冇令自己心安？有冇接住別人善意？有冇替人留一分餘地？有就係積福，冇就由下一句開始改。講到最後，成福呢兩個字真正改嘅唔係對方，而係自己。佢提醒你唔好再做一個只識付出唔識收福嘅人，唔好再做一個明明渴望被看見卻又親手推開感謝嘅人，唔好再做一個日日用晦氣話困住自己嘅人。你值得被感謝，你可以接住好意，你可以用一句好話令身邊人多一分暖。語言係普通人最貼身嘅風水，亦係普通人最常用嘅改運咒。你每日講出口嘅字就係每日種落嘅因，你每日俾出去嘅聲氣就係每日放出去嘅場。想改運先改口，想聚福先成福，想身邊多善緣先由自己口中少一分怨，多一分祝福。如果你聽到呢度覺得呢番說話對你有少少提醒，記得幫我點個讚。訂閱呢個頻道，亦可以分享俾身邊有緣人。呢一個小小動作，可能就係將一份善念傳出去。如果你願意由今日開始，少講一句怨話，多講一句好話，接住別人善意，也祝自己有福。就喺評論區留低一個福字。願我哋一齊善念共振，口出善言，心誠好意，福氣有路，善緣自來。